位眼平台的老听众，啥是孤儿？这个孤儿的地带可以说是中亚文明。好久之前呀，有一个德国世界闻名的大诗人叫歌德，两位写还是个杰作家。李随拿我们中国的少数孤儿的故事翻译过去，成为个外国剧本。你讲这个是中国的莎士比亚。那么现在我们平台呢，就是进行了编写作为一个中篇平台，主要是反映了2000多年前古代人民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，达至杀鸡救神的精神。所以说，这个作品呢，是能够起到古为今用的作用。那么编写呢是杨金庸同志，你是好多年之前写好，让今年春节，自家毛病蛮重，你就考虑到这个作品再坑出来，关照我兄弟来帮我整理一下，我也先把了平台头，先把了头里能够排出来上演，多一个节目是振兴平台。那么，所以我们头领导非常重视，马上组织力量开始排练，边排边改边提高，今朝总算能够上演了。所以郑勇同志的心情是非常高兴，你随便那哈向医生要求，要赶到商城来替广大观众见面啊，表示一点心意。来讲，今朝我能够来到时代上。和听众见面，心里想非常高兴的。尤其我来了平中，蒙国际领导达至爱好平台的老听众的关怀，我是非常感谢。这个作品尚是中篇，是我过去所写的旧作，现在是我以正义而地的真理，达至演出同志的加工。但是为很不够，要听各位老听众们这个声音提出宝贵的意见，我衷心感谢。那么就是刚才也谈过了，我们这个还有很多缺陷，希望各位老听众听了第一宝贵意见，我们再修改，力争作为我们平台头的保留节目。那么再有呢，就是向今朝来听我们演出的各位领导、各位同志表示衷心感谢。请听第4位新歌演唱者杨振义、侯君玉、张振华。两兄来得了，首先舒服唱海，我们来唱。我弄啊闷出那里，这个表表心意，少唱几句，来琵琶弹得好点啊。您放心，中国网也仔细说的。哎，好的，那么我从这样技术时刻。生有个生也。方亲纪娘，四大太太几何是我包，他们提分过，地主反分上。
手举兄弟，为何那风凉听得旁人？谁两两话都让，道见偶尔金宝郎不斗之中与两两，不问口嘴把心命伤。但见蛇草谁不惧，战草复行，必是根老夫都安公。东宫历史上向出名的几人，取名造字，这个叫什么？就是偶义。也把中批瓦人中国的身上哦，不是我的好人呀，可以说白发想，像他们一个吉祥下灯，新书里面个种黑八文字、反的文字才是我搞的。那么我说让我一个不好的一个，还是啦，譬如讲邓小平同志个编辑呀，因为我说小平同志不编辑的。那么新建都不结本新书嘛，上来看吧，这个叫什么意？一看到我一个脚掌，因为我想个老师才抽一抽，没有行，是不是？翻开结本一口一气，是个臭蚊子，臭泥泥，吵得个满头来讲。这个是没办法的，谁家里这面孔罢了嘛，只好力气挖的啊的。这个顶出来了。看到老家挖最是中了，眼睛一杀是要杀人，只不一花，那个人家武大吉，那个凶人是敢狠，大酒谁不上让我杀人不破例，就大于法必能伏法无体。杀个神迹公道公理叫思维分抽，这个老的个家伙，你老有毛个这个长相易让易动，出口外口易，西口三瓦两衙门，一个戴眼镜，杀了眼睛叫狼目，动物又去扣狼的眼睛，明明真面口见，你服务心里不用吃周身体。我上次这个眼睛长得是顺大也好个啦，现在附送他，谁也不光，为谁的面孔那个肉，那个丝里是黄的，一条一条黄的，三个跟大地上个插背，门子钉子这样，谁敢找回来的要往肚里走。红面孔上左手，对郎像就两股两根。为高跷上周手，身上像红包对港口就让分地水，山头上高里300多人把你杀脱了，为一个小奴分大佬，叫再操必是根，为恨在心。现在说好了都听了，逼龙之眼睛让东挖脑筋，哪里真那个小问？喂，太爷。不是，外面有人前来告发什么？说什么个造假的事情？经济手家里司机旁人我的一领，说见是，来太传经啊，赢了！神经凶于神速，这话闲话要说出了魔障。忙整下来一口，听到了老几手在举中猛力杀响，打上一步。太于台上小人不一计，
你即使出杀了50不得，不超其中，粗口口普通老百姓，姓陈名谁？小臣名叫陈德言，神鹰松做后事。内的家草衣写着一直少家之门客。听见啥个那个门口人为等100个人，你松高后事啊？一人应长公儿，大功大胆。每日小人之8辈之交，一直少家门客，此人名叫公孙持君。公孙持这个人说的，立功做过，做过将，原来是少人是有个门槛，少人上饶，离周围不离，保少人。话里人讲起那个网友心中心意，在我看来是西道。少人一时这个老家伙不知去向，不知应记了啥地方，现在冒出来，一冒出来。让公儿当我做的啥？没，那个老马三还是门槛，为个老兄还是门槛，而且是结巴弟兄，个结巴弟兄他都出手高发，啥个牛行？还有根据呢，叫做实心虚。自家1年到头一上一时做娃子去，一见那异性本人就要害我。三个10个的提出让推让到比家子本人分发以，我只车子里摆了2米远的口子，是这个意思。不口清醒，补一补问一问，你与公孙老儿须何谁恨？并无谁人，几乎是因我以后出水告发，晓得那个样子俺们，好的那个准备好，别公道不能吞吞吐吐，太于永而必将。谁的之地一名公于名叫不逢报也因害教育我承认于公孙持君，是这是少家人们，你们要好好隐藏起来，岂为不能追雷风声？当日我一时糊涂，深知少家的恩德，我已把公儿水下了，教育公孙把我养起来。后来我到大祭之上开启太尉的高日，甚至没3日之内，不将公儿洗出，要我门抄贼，吓得我魂飞魄散。我立即给本公孙家中，我说道：“公孙兄啊，公孙兄，啥要神不知是非己莫为？你说将公儿洗出了吧？”不料他听语不如大怒，真责骂我不仁不义，是够推身怕死之辈。我是公孙兄啊，少家起手一节，你何必要一意公言呢？我实之在身，他拒绝不动，我奉空内为了将功赎罪，只得偏身告发，为望太尉免得罪。这个闲话听不出人家雷动像真的一样，俺总还相信这个，唯有深一步再问一下，你为本都立了大功，都立太是此将来你为了自己我命，领其上京，难道你却不怕被人背于笑骂，出卖朋友吗？太阳。我也不是为了上京啊，而不是太神怕死。为着为我儿性命，来也罢。这个呀，我听不懂。用字翻也不要翻得了。我们三个是啥个的一个小推，但那个儿子不大高，此言正讲。只因太尉统领之让一道，3日之内不将公儿赎出，将经过手于婴儿与公儿同根，这样贼情杀的。我的儿子恰恰与公儿是同根啊，
天下哪有父母配亲生儿子，死于斗道之下，所以封口内后，则得天生高法。我问你，也奇葩，可当统领是我亲笔起草的，对个，统领啊，一头要3个，那总好相信着没？破的破个2个，才是上家的个门槛。我记忆于心，两桩事情一，经过上午大家写这个怒手破球，我已经要弄手灯内中之兵，把他的几次300送回10万，帮我想出来个玄妙的办法，新人啊想不出来。我里想养着凶鬼，我找一个稻草人。外头抓个衣裳，跟手人一样，画出来个面孔跟手人一模一样。顺利把胸口天天看见个人熬，扑上去熬。到雨水来稻草人的肚皮里把3个指头上，给他头面给要吃的，那是高年兄，非得扑我背要拉开肚皮吃到肚上才肯拔须。几个月下来，我一口成熟了。我的上帝皆国君，我是我同二哥，上为国，下为民，操劳了多年，但有风调雨顺，不差民安，这个是我的愿望。可问受到了位于几人，我的这个很难事，假如神出一对，能比中计。可见重量有如黄鹂，可见几人非我不可，还有事实。这个国君是让我随心上中，当然相信兄弟大到底不离可，他就离开了。可见仇人里天天忙上，都比了有老举赛了，切！砰！出动了我，一个实力将军，保守人罗根棍子抽过来，啪一击，西罗上给一家当头，在头面给削了个地牢箱。为分西吹第一棍子，气血生防。这个实力将军被我杀出去。这个实力将军分州实力将军之喜，谁是手家的一个门卡？伪装起出西西，手高3百里可以被我杀几通，有几个门卡可以得罪新牛不得。居然手说比朗像新牛一头西，这个谁是手家的一个门卡？哇！我岂能轻信？错对的办法了，定好事情的真难背，头一头，试一试来抓胸罩，啥个胸罩？眉头一嘴，计上心头。搿种出来肚皮那个挖泥的，都一来胖抽上来。现在讲起个挖泥的个面包车还来4个来回了，一个挖办法把你想出来。孙英是，公是老儿的家是哪里？水阳山下。水阳山是。那么婴儿呢？已在水阳山。好。老夫命你新兵带路，去往水阳山，与那公孙老儿当面这个为中。那么来把狗把对本盘砸了，我是要领来起中计上去，不能打得上，打得上你要挖你。鞠躬啊！为何有言不语？太尉有所不知，我是见天生高发公孙之人，他真不要为恨于心。我恐招敌不测，所以功利中容，唯望太尉免得记。这个大胆，人面在容易难难昂，恶劣心。
但是放心，是以老夫为你做主，何去功胜老者？是，多谢太尉。给子呀，给讲。啊，太尉啊，我记得说的为让公孙持举为帝将，是个风神将军，他准备带了我们大王进关去，所以要约去送送。告知不得了，一定要命令来啊！铁骑快马，水扬山去！上，手怀铁骑快马，1把一马，1把个兵，50名上枪水，50名都到队，齐飞走出司令大殿。在我个旁骑一匹走马，另外大匹空马也神鹰上马，一条命令开刀，4米斗龙。不造之。队伍出阵，一打阵啊，在我的命令，路不明，号不张，悄悄引军，伏匹克，水扬山，到了。军赛之中，必须当中的东西特别高，一种西风高出云霄，这个云水那个波塞，快鸟，塞着啪一块碑，3个字水扬山，他这个水扬山是成名的，有这样2个人，一个叫八一，一个叫索一。我是水扬山，不吃追烧饭，于是按照古籍，因此民望仆仆。当然，可以是马匹。陈云是，公孙老儿家是哪里 ？No， 在草屋之中。几个草风中之地，得啥地方去？进去开门。真的。哈老母一步步过来，心里朗想：公孙兄啊，那么真气要上早，打过来到门口。公孙兄，开门了。你想公孙之举，真大意的嘛，绝大意的，那还不进。东吴国老几句话，不要那声音一番说话，弄出铺头跟谁公领起，所以了老百姓。等不来，忙不来，等于牡丹声音，哎呀，阿伟来着，在牡丹店家仆声音到门跟前，一声公孙兄，哈哈，这个老几更如上当，心中一喜。不过到我这么来，自家晓得谁记得了。我2根中手抄起来口，公孙啊，为君少日公儿与天下沿海，你也死得其所了。好兄弟呀，上不出戏那场，下不出戏，我有的那个场。一让真等一下，要不蒙真之门跟谁过来？房子过人的声音，还会出啥事情？真要想这般门开，公孙之礼盘被刚刚推出，可见的武功啊，张得一下，先是中共上军来押上来，是走。打我们里一口能把个魔的当天阳灭不好良心哎，一里这举着怎么一回事啊？公孙兄，你跪进了太尉是为免得的呀。对外过来到老去看，但那句虚想，真的要相聚，等举不了，哟老了。什么公啊？
刚刚出来辰光我听出西家心个来，那你的为个这样，来，既了老夫维护礼而不改。薛太尉，老许你买了，要不一了，跪不下了。我还得娶我来，你买了也不拿了，跪不下了，当我来个谁了？操你妹的！几岁了啊？75了。哦，75岁了。你的子子少的，你早岁死了，你记住75岁为何不死啊？这个啥个闲话讲？75岁对也是一个。哎呀，太尉呀！这人逆王不听，小鬼不拿，我有死而不得，奈何啊？奈何啊？这都没有我在掉了你。啊，西宁的泥龙王来听个，送2分地里的高人家，有一个人家头起着泥龙王来的，海部抄的一张帖子，拎着2张马嘎在那听来去的，也打个刷了还没。公孙老儿。休得张龙作哑，因有神因，出水告发于你，你私藏少家的因何是该当何罪？太尉，你告我什么？公孙兄啊，你不要再装聋作哑了，还是说将宫儿戏出了吧？你好啊！向少家对你不，你不是报答倒已罢了，现在少家早派我有与你共死分内，你是什么？公儿奉人牧养，要与我谁气推身，奉养公儿，报仇雪恨，以报答少家之恩德。我一力之计，将公儿追出宫中，严斩此谁，哪里知晓你为了凄凉王军将我告发，所以你陈飞很反复梦上方，还不以特身怕死你这风吹的人子啊！蓝起目光，靠着眼睛们，你没得这个么牙子里的血哒过来，单正公孙哥哥，公孙兄啊，当得好，是要当得这样说，是要当得杀力。让垃圾口口我可以杀不杀手，假戏是要真走。你竟该打人么？公孙世界当没了老三，一人没够。好兄弟，你撇他是一个女子，为了把我靠这样一句疑惑，我叫黑山好兄弟呀，你是去了。可是清清爽爽，一个司法大臣，一个运动防不的围城，他到哪里铺开大幕，一记一光，最后说是外力上品。是大家的真叫好啊！那么我的好相信着来，这个大爷那上5泡我叫呢。我要记得他真用适当一个办法，那么我放心。谁也是公孙老臣出得门来，铺开大马，都是水道，为当了得。老夫为你做主，使你棍棒一根，你就将这老子狠狠地打来。这倒是，谁家想不到？虽然我大公孙兄，拉杂于正代，你也保必是知心，但是
在为哪想不到临死之前还要努力，独当一等，而且关着我东西努力当，老实来这一块。这个那个公棍子，这道水里分量，说我哪当得落？天气变化了，刚刚天空晴朗，突如其狂风大作。一阵大个风，使得天上乌云飞腾，黄沙滚滚，片刻之间，天地昏暗。谁呀？这个山脚一口口子，树浪向走着一直走，也是黑个乌鸦，眼睛血红，对准自己那个方向，哇哇，不了解山沟的人快。谁呀？谁的风恼黑？来人，以后狠狠地打打打！他还大声声将我逼，我深夜需要下得了水，心事大家其他你们尝尝两鬓白，后母有真，为生谁？俺是天理不敌的，我与他共生死，共积累。上吊的，他年纪把回来张黄去，他是明泪我谁知？呀呀是往去，下下长把腿一酸，那杀父名誉我好
后人再讲他奔放去。三把年纪，为不立功，二里可以下下清风。为只要对中两一么挺身而出，临时为要努力到达用谁的呢？当不落水。公孙之举扣下来，好兄弟呀，这个当我要当，而且要当得松。这么多我个为的相信，我需要不破那位孤立的杀，晓得弟兄先生，好生我的弟兄一下，他为这一人，你谁着官办，如何都叔叔，难道你走了进去不敢打不？你当然呢，不晓得你这啥子，不当是要去吧？我一言一句一动，老几代扣下来，扣上去真这么飞，当不可。当过了水门呐，还要打。我当公孙兄一句了，我偏当了老几都我过身上，隔壁张水一当水，对，公孙老儿啊，你这不是好歹的东西，还也打。家具棍棒，狠狠地打。你一开手来血里红，打得你肺不分身一命虚。你靠几分，看得后腿发毛，睡了狼狈。要是我棍子爬一往水之上哈了我来，我睡着了，别让他听口。趁人不注意的爱真不可。哦，孙老明明在意神像是个孩子，依然彼此爱着，血一人一人热望生出来。公孙兄啊，你出来，大人我同心对一种心事，杀从老门人忘记忘啊！只有的大声一把棍棒对。哦哟！这些王公孙之举，血了浪流下来，眼睛们的没得色。到底七送三个人，啪啪啪哭了嘿，那汗水的，旁里有真跌到了地牢，眼睛张开来对兄弟哥哥好啊，是又不是敢当啊？我今朝总归是一个人，有的是了老几岁，我们人口不能当杀，你为身心本好，呀，这口不疼，口得出来。这口气我也是你当不落水，哎呀，好兄弟呀，功亏一篑的。看我心里难不觉，好生再一次提醒你一下，人没把我真难赢。你今日哪怕把我打死，公孙红之意，那我抗呀呢？阿哥把那些别杀我们这样，我哪当多了水？在
要是我那文化大上，那个意思我想，真有死了我滚做的，不有死了都大知晓。我那天水大上，我特在的我不养人，但是本来大家一直帮中国回归，老地口上来飞，我本子不能定啊！我进哪子，我本子重新攀高高举起，起来！是，要紧孩子，耍起孩子意大利。这个运动课的啥个事情，再后嘛，真叫时候。但是现在去努力考啥子，一个大事体，可小奴还没个出来，可小奴分开出来，这就行不了那弄法。小奴里考弄个，什么腰筋胖，合适，要做身体，公神老实，夫妻文艺，婴儿上在哪里？地上像潘妹妹叫起来，什么公儿不公儿，公身不知。实际古代不肯空，来有小孩们有草屋之中，水上孤儿。什么？四个小孩到草里向，四面水我来么严重的。嘿，现在这个大龙一样，看见那个小牛了。大陆小牛一跑到我们的回民太尉，都儿在此请太尉观看。张飞下唐坡洞来要求抢的小牛，我拿下了身，龙阳这水胖一场。哎呀，哪来不够同志？大小奴激动水里，可老的我是毕竟。和王勇一条一条狠起来，个爱屋子里向每根丝线会发红个充血，胡子会都炸开来，一个人把面孔杀人杀到红里向发青，烫起来的这里拉水呀，前一天的婴儿泪，那个超生一卡得喽。三层一语大佬嘎一力，片刻之间死他了。我也不放心，三靠之间，那个小奴蒙几张，当一回再一口，动都不动。让生意为了给了世风沙华，恨不得扑上去破一伤痕啦，那道苦，恰是一颗水要出发。俺州之长要控制那实在控制不了，等了必了。公孙世玉觉得不得了，好兄弟呀！什么路军不已经追他的阿妈也不能不能容忍，心里想一句好手好力，所以你喊的公儿好惨啊！公难得公，你这老人骂得好。你们在说水地那在能力了，想你身为太尉，真是上气不认下压拳了，还不还你为首有为？想当初小丞相将你参政一本，你不是悔给为恨在心，金陵宫的事你交与小家，我们朝贼这里下一公公儿，你又为将他吃死，你是此的狠心欺下人家，越可杀，今日公审终是死在你的刀下，我也要背身立威，这样你不必垂尽粉身在国，目不扬回，方成我们心中之恨。你听了，好，是我到底终于报期看来招，雨来时，哒哒哒哒哒，哇！快拔出宝剑，忙里对中咔嚓，快！血
却标出来2张一听，顶老神经个好兄弟呀，够狠！老了的一股子生浪子，黑上叫一定永别了。给阿公哥哥来放心，我认为那偏心说明我的狗儿要领导，而生于也狗儿轻视我的骨折时，才把你保证血恨。公主，而生于19季，一匹担心聪明，其中一领生在你。